頭先來看這高雄岡山的空軍官校基地，今仔日早起是傳出一件飛安事故，有一架 T-34的這個初級教練機，佇咧進行發動機失效的這個模擬訓練的時，差不多是8:08，這個摔落佇咧跑道的北邊，有2個飛官攏已經殉職去啊。根據了解，這2個飛官呢，駛這 T-34的時速攏已經超過2000點鐘。目前這空軍已經成立專案小組，也那總統賴清德也已經請空軍司令部來幫助家屬處理後事甲慰問。高雄岡山空軍官校早起由姓郭甲姓羅2位中校駛 T-34初級教練機，要進行發動機失效的模擬訓練。昨日咧8:08傳出失事的消息，2位中校不幸殉職。失事的地點都是佇咧岡山空軍基地跑道北邊。事故發生了後，現場已經封起來，空軍也隨成立專案小組進行調查。根據了解，姓郭中校46歲，姓羅的中校41歲，2人佇咧 T-34訓練機的飛行時速攏超過2000點鐘。今仔日進行訓練，卻不幸失事，因為 T-34教練機攏已經服務超過40天，到底是機械出問題，還是有其他原因？目前相關單位嘛正咧調查釐清當中。配合空軍相關單位前往空軍飛行訓練指揮部及事故現場進行勘驗工作，並依法處理後續相驗程序。事故造成2名資深的飛官殉職，總統賴清德特別冊大文向飛官家屬致哀，也要求國防部要趕緊查明失事原因。目前岡山的空軍基地無看到有飛行機在飛，空軍飛行訓練指揮部嘛也未出面說明。記者柯家族、柯昭陽高雄場報道。